哇！馬米高 Bad Bitch Club Live 2.0終於喺九龍灣12月12號順利舉行啦！講到明今次嘅 2.0 梗係勁過第一場啦。首先有暖場嘉賓 Michelle 勁歌熱舞，敲到出汁嘅就唔使講噶啦，仲要 show off 自己嘅語文天分。首先係台語歌，點止啊？仲有苦練咗1個星期嘅泰文歌。今次嘅演唱會，米粉把握機會向明星表達愛意，首先送上99支玫瑰花，仲有 Michelle 巨聲熱氣球。喂，咁樣我講唔到嘢啦！今次 Bad Bitch Club Live 2.0可謂演唱會嘅性感天花板，明星全露背閃片背心一摸，着埋呢件前後通透嘅 Swarovski 水晶衫再摸。如果有着底褲都應該剝埋啦。今次演唱會馬米高精心計劃咗有動亦有靜嘅環節，要 let go 一啲嘢，唔好所有嘢都劈喺個心咯，要揀自己要 care 嘅嘢咯。喺下半部唱出心情歌曲嘅時候，有米粉要求唱人瑞嘅歌。人瑞冇啦，你紅過佢啊！馬米高話俾張開西望聽，演唱會仲有好多精彩內容，但係 Instagram 呢啲1分半鐘白痴冇內容低能嘅 Reel 完全 cover 唔晒㗎，大家要留意明星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